长江与大海在这里激情交汇，河流与田野在这里纵横交错，壮阔与浩瀚，绮丽与温婉。这里是江海明珠，灵秀南通。上善若水，万里长江与浩瀚大海造就了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。五山深情相拥，三桥跨越天堑，江海交汇，南通，这颗位于长三角北翼的璀璨明珠，集黄金水道与黄金海岸于一身，与国际大都市上海隔江相望。以天造地设的时空机缘和勇立潮头的江海精神，在中国版图上闪耀着夺目的光彩。江海源远流长，历史润物无声。这里有生生不息的文明传承。5000多年前，海安清墩点燃了江海文明之光。无数次泥沙冲击，沧海桑田，孕育了广阔的陆海空间资源和厚重的文化积淀。100余年前，先贤张謇开农垦、修水利、创实业、办教育，树立起中国人最早自主建设、全面经营的城市典范，书写了中国近代第1城的辉煌。这里有多姿多彩的江海文化，长江之畔，黄海之滨，刺绣成锦，板药高飞。一处处历史遗存，一件件文化遗产，散发出独特的城市魅力。这里有独树一帜的城市名片，基础教育、素质教育享誉全国，世界冠军摇篮因材辈出，家纺产业品牌林立，领先市场。建筑铁军精工品质独领风骚，海外创业10万者众，新桥之乡异军突起，长寿老人遍及城乡，养生福地声名远扬。江风海韵，地灵人杰，南通已位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、全国文明城市、全国长安城市、中国优秀旅游城市、中国最具投资潜力城市、中国人居环境奖获奖城市、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。进入新时代，站在江苏新一轮发展和转型风口的南通，正抢抓“一带一路”、长江经济带、长三角一体化、长三角城市群、江苏沿海开发等多个国家战略叠加机遇，以项目为抓手，全力推动产业、城市、交通转型升级，为伟大时代奋力书写南通答卷。当前，南通正全面落实省政府批复的《南通建设上海大都市北翼门户城市总体方案》，加快形成3港3城3基地的空间格局。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北翼江海组合强港、长三角北翼重要航空港、华东地区重要信息港为支撑，以创新创业生态城、通州湾临港产业城、启东生命健康科技城为平台，以现代先进产业协同发展基地、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基地、优质农副产品市场服务保障基地为重点，集生态屏障、产业腹地、创新之都、文化名城于一体，
南通建设成为上海北大门的崭新画卷，正在壮阔打开。致力成为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，突出3+3+N 产业发展方向，推动支柱产业在做大中做强，新兴产业在做强中做大。放大全方位立体式5个国家一类开放口岸优势，依托6个国家级开发开放平台、9个省级开发区和15个跨疆跨国合作园区，以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，初步建成长三角特色产业科技创新基地。长三角北翼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现代物流基地，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的地位明显提升，致力成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，以交通转型升级提升综合交通枢纽影响力。如今，苏通大桥、重启大桥、新长铁路、宁启铁路、江海组合港、兴东国际机场等，已经构建起陆海空联网的宏大交通格局。随着互通公铁两用大桥、沿江沿海高铁陆续兴建，南通连接上海、苏南的跨江通道和全国主要城市通道更加快捷，沿江沿海港口集疏运功能显著增强。市区轨道交通1、2号线1期工程的开工建设，推动市域内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实现高效互联互通。南通正阔步迈向地铁时代、高铁时代，致力成为具有较强区域影响力的创新之都，推动高质量发展。人才是第一资源，创新是第一动力。南通正构建以中央创新区为核心、科技园区为载体、创新型企业为主体的全市域创新网络，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和人才强市、青年和人才友好型城市，以城市转型升级提升中心城市发展带动力，致力成为宜居宜业、富有魅力的花园城市。随着国家生态园林城市、国家森林城市和花园城市3城同创，武山及沿江地区生态修复保护、环濠河地区整治提升等项目启动实施，一个以绿色生态为本底的美丽南通，一定会让你来了就不想走，走了还在梦中留。未来的南通将坚持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，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、精准脱贫、污染防治的攻坚战，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加快产业、城市、交通的转型升级，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，打造创新、改革、开放的动力引擎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实现民生福祉、生态质量、社会治理的改善提升。南通这座拥江蓝海的活力之城，正以包容汇通、敢为人先的姿态，迈开追赶超越的步伐，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，走在全省前列，崛起长三角，走向全世界。江海南通。